喂，高敏感嘅你，試過跌到落谷底，成個人唔知點算好嗎？我教你一樣嘢，千祈唔好亂喐，就坐喺度，靜靜雞睇一樣嘢，睇到嘅嘢同一個關於人性嘅秘密，會幫你捱過去。唔單止要睇人，最緊要係睇自己。好多時我哋對自己最狠。作為一個剛剛好療癒你嘅療癒師，我想話俾你知，呢個時候對自己好啲就係最大嘅療癒。然後繼續，我係海莉，一個陪你行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我同你一齊行過去，好冇？記得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幸福㗎。如果呢段片有療癒到你，或者你想將呢一份睇見同力量傳開去，請你幫我點個讚，再分享出去，等更加多同路人知道，黑暗中總會有光。我哋可以一齊行過去。多謝你。